人生捨棄清單，作者伊庭正康。第一章，捨棄徒勞的做法。冇咩比起高效率去做啲無謂嘅事更無謂，呢樣嘢邊個都心知肚明。不過我哋要判斷邊啲係無謂，邊啲唔係，其實好難。正因為難，我哋先至唔識得放棄。一旦睇清楚啲無謂嘢嘅本質，工作就會變得好輕鬆。嚟啦，一齊提升下分辨邊啲係無謂嘢嘅眼光啦。要捨棄嘅事項6，又要呢樣又要嗰樣，貪心，唔使一開始就追求好大嘅成功，不斷累積細小嘅成功，先至係通往成功嘅捷徑。從前我以為同時又快又穩妥咁做好多事，先至係取得成績嘅捷徑。但家下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呢個諗法係錯嘅，亦即係話想快啲取得成果，就唔好貪多，唔好咩都想做。一旦同時做幾樣嘢，反而容易行冤枉路。唔好急住做大事，先揾到細小嘅突破口，先至係關鍵。如果你而家都係貪多求全，但總係見唔到成效，你一定要聽下呢單嘢係我失敗嘅親身經歷。返工嗰陣，我曾經被委任做一間創業公司旗下關聯企業嘅社長。呢間公司係做求職網站嘅，同傳統收刊登費嘅模式唔同。呢個網站用咗個新收費模式，只有成功請到一個人，企業先至會向呢間公司俾錢。對方邀請我做呢間新公司嘅社長，呢個無疑係突然其來嘅大機遇，好似天上跌餡餅落嚟咁。當時35、36歲嘅我充滿幹勁，於是我即刻訂咗個好大喜功嘅計劃，引入大量企業，訂一個好驚人嘅數量目標，發佈其他網站冇報道過嘅熱門企業，以世界知名企業為目標，唔計促銷成本，大規模推廣吸納用戶，絕對唔慳促銷錢。我哋齊心合力，廢寢忘餐咁做，竟然1個月內就達到發佈數量嘅目標。身邊所有人都讚做得好。下個月公司收到報紙同電視台嘅採訪邀請，所有人都覺得呢個係踏入全新發展階段嘅好機會。點知創業淨係半年，呢間公司就陷入破產危機。雖然用戶同客戶規模爆發式增長，但實際請到人嘅轉化率一直係0，因為公司模式係請到人先收錢，咁樣銷售額根本冇可能增長。公司甚至同我講，而家唔改變就會徹頭徹尾輸。但情況完全冇起色，前途一片迷茫，對一班一直搏命做嘅員工嚟講，真係好難接受。創業初期嘅熱情一早冇晒，疲勞情緒到處蔓延，有部分人甚至開始唔信我。所有人都好似被跌入黑暗入面一樣，遲遲揾唔到突破口，1年就快過去。我喺黑暗入面不斷諗，終於意識到，正因為冇清晰有效嘅策略，先導致之前所有嘗試都失敗。於是我改變咗諗法，唔再追求創業初期嗰種大成功，轉移由細小嘅成功入面去揾有效策略。我向員工傳達咗同以前完全相反嘅想法，減少發佈數量，推走嗰啲雖然好多人應徵，但係好難請到人嘅項目，特別係熱門企業嘅項目，將目光集中喺真正積極請人嘅項目度。講就易，業務員好難接受，佢哋要推走好唔容易先傾返嚟嘅項目。就算係咁，我哋都逐間上門道歉，慢慢減少發佈數量。結果好快就見到
求職者開始集中向積極請人嘅企業投遞，銷售額急速上升，我哋好快就實現盈利。身邊人對我哋嘅評價完全改觀，公司甚至被當成新項目典範。不過走到呢一步，花費太多時間，經歷太多波折，組織一旦陷入疲憊狀態，就好難短時間內恢復元氣。創業2年半後，我被免去職務。從呢段痛苦經歷入面，我學識咗一樣嘢，千祈唔好又要呢樣又要嗰樣，唔好貪心。小結，唔好貪多，專注做好一件事，先至係最快出成果嘅方法。多謝收聽 YY Sharing 嘅廣東話聲書頻道，我會分享我鍾意嘅書，鍾意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 Comment。我哋下一章節見。